因为1901年就是那个辛丑条约，辛丑嘛，加上一甲子60年，然后已经2甲子了，120年，所以1901加上120，那是2021呢，20，不对啊，1加1，辛丑是1901啊，那加上120，那不是2021嘛？辛丑哦，对，辛丑是2021，但是他问的是壬寅啊，庚辛壬癸子丑寅，所以壬寅年是2022年，中华民国111年，对了。